君主的礼物，恐怕其他兔子替代不了啊。好，那就去找最好的兽医，只要治好小玉，朕花多大代价都不在乎。黄叔叔，琉璃呀，能看到你笑，黄叔叔就满足了。对不起，里奥哥哥，都是那天我把黑黑糖带回来，小瓶子误会了，才导致黄叔叔赐婚。郡主，刚才说的黑黑糖是不是你送我的那种？黑黑糖，那可是我做给琉璃告白。别多管闲事。里奥哥哥说，那个糖可以让人品尝到心意。啊！小鱼！春风哥哥，你送给我的小鱼走丢了。琉璃别怕，我帮你找。春风哥哥，琉璃别怕，我帮你找。看，小鱼又回到琉璃身边了。小鱼。原来琉璃一直都留着我送的这些弓。啊！看，小鱼又回到琉璃身边了。春风哥哥。这只黑黑糖，可以送给我吗？啊！我还想再尝一次。喂，你看人家小郡